深入的身心灵，让我们可以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身心灵对我们一个在修行者的过程当中，是真的要去认识的。因为我们往往只是认识在身跟心，很少接触到灵这个东西了。当然，透过讲师跟我们分享了，那这个灵呢，以佛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活性，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的觉性，就是我们的本性，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本我。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这个自信呢？哈，就好像六祖在六祖坛经跟我们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住寂止；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嘛。我刚才讲师也跟我们讲了，在本性它是不动不摇，不生不灭的，本住寂止的，本来就很清净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少去探讨到这里？因为我们如果在佛家的经典，它都会用心来表达嘛，所以我们往往都会认识到，我们原来有一个心，但是不知道说心呢是从哪里来的，心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以前呢，我们知道有七佛，七佛有一尊第三佛叫做体色胡佛，他跟我们说，假借四大以为身，就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嘛。我们这个身体呢，本来就是地水火风，借着父母把我们制造出来的一个肉体嘛，这个肉体就是地水火风嘛，地水火风嘛，它是把它组合成我们的一个身体嘛，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地水火风所凝聚的一个肉体而已嘛。但是他说，我们的心从哪里来的？心本就是从我们的灵性呢碰到一个境所产生的，所以他说心本无生，因境有，就是我们的自信本来很清净嘛，但是看到外面一个境，遇到一个境，我们的心就会产生出来，就好像刚才讲师跟我们比喻了很多，说，我们碰到在大雾中碰到一艘船撞过来的，我们不晓得那艘船是怎么样，就心就起了一个无明，起了一个执着。因为碰到一个外境嘛，所以你的心就产生出来了，从你的自信当中就产生出来了，所以从自信产生出来的有一个叫做真心，有一个叫做妄心。那么真心呢，就是跟我们的本心是一样的，但是往往我们都是被妄心在执着。妄心就是刚才讲师说的，我们有一个第六识，第六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心，也叫做我们的妄心嘛。所以你为什么说我们碰到第六意识在妄心的时候呢？那六祖大师呢，要我们把第六意识心呢转化成妙观察智。我们常常说的要转世成智嘛，所以在转世成智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把我们碰到那个妄心，你要有产生妙智慧来观察，才不会受到外境的一些干扰，
真心才会显现出来嘛。啊，一般人如果没有去研究的话，碰到外境，他只会用妄心来做一个分别，他没有办法转化成妙观察智啊。所以他说：若无前进心亦无，就是我如果没有碰到一个外面的镜像，我的心本来就不会产生好跟坏、是跟非、对跟错，它就不会产生出来了。哦，所以呢，罪福如幻起一灭，罪福也是一样啊，它是如幻的，它是不真实的，它是一个幻化的，起来又灭掉，起来又灭掉的一个东西而已。所以在探讨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对灵，因为我们的心嘛，我们从心衍生出来就是我们的六根嘛。啊，六根它是起一个作用而已，六根起一个作用，然后再接触到六尘嘛，所以往往我们的心不是被六根跟我们干扰的，是被六尘跟我们在执着在干扰的。因为眼睛是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嘛，六根它是一个器具而已。但是它透过器具，就是眼睛，我们看到，我们眼睛说，我们时常喜欢看美的啊，看漂亮的啊，吃好吃的啊，眼睛它只是一个看的功用而已。但是接触到外境，它就变尘，尘就是我们说的灰尘嘛，越灰尘越愈卡愈高嘛。啊，所以我们就会被尘所干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转境。所以你第22组呢跟我们说，心随万境转，就是我们的心呢，随着外面的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心也是跟着环境的变化在变化。因为随着外面的变化，因为我们所说的一切法呢，都是为心所现，为事所变，就是在心事当中呢，才产生了外在的一切法，一切有为法，都是由我们的心跟事所产生的。哦，啊，所以转处时能有，就是当我们碰到了外境的时候，如果不好的，我们的心就是要转嘛。所以转念，或者是觉得说，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你要如何得到比较健康的身心灵，你就一定要学会转念嘛。所以转念或许的意识当中说，在修行当中呢，真的要学会转念。如果你不懂得转念的话，你可能在生活上你会碰到呢很多无奈的事，碰到很多你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转念呢，在我们修行当中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了所以随流任都是，但是在转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视自本心。就好像六祖跟我们说的，不是本心，邪法无益。我们那个心就是我们的本心，我们的自信，你一定要认得清清楚楚。一切外在的所有环境呢，不能受到它的干扰，你的自信才能够清净嘛。如果你的心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你就会有分别，你就会有执着。那你要保持你的心灵的清净，就比较不容易了，所以呢，今天透过我们启经讲师跟我们很深入的去探讨的身心灵这一块，我觉得这个题目呢，对我们在
的修行当中呢，可以让我们加深我们更深一层的去认识。当然，或者是觉得说，因为讲到身心灵呢，启经讲师可以去说一些我们过去的历代祖师呢，因为历代祖师也是对身跟自信呢有很深入的研究。因为他是大觉悟者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多多的去探讨，也可以拿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些记忆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可以在透过这样的分享当中呢，大家呢对这个身心灵呢可以更深一层的去认识，可以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因为如果你没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你就没有办法回归认识自己。因为讲师在讲的课程当中，他也是在强调一定要认识自己。如果你不认识自己的话，你就跟人家两样对白，两样对白，你唔知道在修行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也觉得说，认识自己呢，比认识别人还重要嘛。在认识自己的当中呢，我们往往只会认识到身跟心，只有这个身心呢，我们就很难去了解，因为这个心呢，祖师大德的解释很多，但是真的要去深入的去了解很不容易嘛。就好像那个楞严经跟我们说的，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皆从悉从生，一切无法而不造。所以在刚才讲师跟我们说的，要照见五蕴皆空，在五蕴的当中，也是在跟我们说身跟心呐。五蕴的色受想行识嘛，色就是指外在的一切，就是我们的身嘛。是受想行识，它就是讲到心。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照见五蕴皆空？其实我们的身跟心呢，它都是不虚幻的，它都是一种原影像而已啊。所以在永嘉正道歌，他那个永嘉大师才跟我们说嘛，心是根，法是尘，两者犹如镜善痕嘛。净垢尽除光实现，心法双旺性即真。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到身心灵，身心灵三个东西，身跟心也是虚幻的，最实在的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本心，才是最重要的嘛。就好像刚才启经讲师也跟我们说，要不思善，不思恶，那个是我们原来的本来面目嘛。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归这个。今天时间有限，又很不容易，我们可能检点专师有上来，可能要麻烦检点专师跟我们做一个决议，也跟我们分享。好，谢谢大家。好，谢谢同修领任。各位全贤，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听到启清在线上为我们讲解这个身心灵心性的那些关键的那种关系那因为后学刚从泰国跟我们水总副权人还有简太太呢来到了槟城，马来西亚槟城。那也下午大概6点多，将近7点才到。那刚好遇到已经要讲课，所以这一次呢，或许很荣幸
能够聆听起心这么精辟的分析。那么起心所讲的课程里面呢，让或许有很深的感触啊。我们一般对世间的一切的事物上来讲，大部分都是用感官上去判断啊，在看法、想法上来讲，都是以个人的主观意识，然后去评论、去断定。那诚如起心晚上跟我们分享了说，凡是一切有我的状态出现的，那都不是绝对的真理啊。在佛陀也告诉我们，在四相之说的第一个相就是我相，有我相就有人相，有人相就有众生相，有众生相就有寿者相，所以一切都是由这个我而缘起的，所以有我，一切烦恼成缘就会相继而来。对一件事、一个人看法当中，你不一定用你个人的主观意识去决定或者去判断。那透过修行关照之后呢，或许你可以体会的，能够更深入的去切入，能够用比较客观的那种角度呢看一件事情。我想在这个论断上来讲呢，我们对人世种种因缘，才不会常常有一些不必要的那一些困扰发现。那尤其我们在修办道同修之间呢，事实上呢，我们的这个交流心态的互动呢是非常的频繁，而且这种交流是属于一种，在或许感觉是属于一种比较高层次的心灵上的交汇。所以在更高的层次当中呢，如果说一个人没有把这个我执跟我见的看法去把它调和的话，往往会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形态去看对方，或者是去处理下一件你碰到的事情。李青给我的感觉，他很年轻，但是呢，他有一颗很慈悲善良的心，在慈悲善良当中呢，却又充满了活泼玲珑的智慧。他对很多事情呢，他都愿意花下很多思维、很多心思呢去探究、去思考。所以他处理很多种种的因缘当中，在我们一概大家共同认为啦，他都处理的几乎把事情处理的都非常的圆融，而且面面俱到。不管从事项上，不管是从这个因缘上来讲，他考虑的总是会比一般人所考虑的会更多、更多元，更多方向。所以或许是觉得说起心很年轻，但是呢，他的思想很成熟，尤其能够在大都会台北这边拼搏，在这边生活，然后照顾孩子，又要兼顾事业，又要兼顾生活，还要去兼顾修道，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呢，今天晚上李林讲的这一堂课呢，给或许的这个感悟非常的深。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前贤也有这个同感。道学不管是在你的个人的修持上，要能够不断的去提升以外，但是在你的这个多元的智慧的广播当中呢，你也要提供给更多人有更多元的角度去看、去吸收，然后呢去判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教学相长。那晚上呢，因为时间也很有限我们副前人也刚好去洗澡现在可能在那个客厅这边等着我们要过去。那因为他的赖或许有跟他加不进去，所以他就很可惜错过了这一段。但是他有听前面那一段起因所论说的我们副前人对起心也是非常的赞叹有加以此呢借着起心的这样的高智慧的一种论述呢，希望我们在佛堂整个
道学的那种tempo上能够不断的去提升，让道场呢能够未来呢更加能够和谐，更加的蓬勃发展。那或许简单的就跟各位报告一点点心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贤大家多多的指导。祝福各位前贤法喜充满，我们圣返如意，我们的大悟发展。谢谢各位，感恩。很优秀，很优秀。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们就一起闭班，大众请起立，一起闭班，向乌吉拉姆行30公里全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父亲慈悲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神领论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感谢父亲慈悲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神领论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再见，再见，好，谢谢，感恩，谈身心灵的健康。欢迎有空来印度尼西亚，谢谢。印尼开荒都开到印尼，是爱乡单位了。另外，合成单位已经在马来西亚槟城那边开荒了。爱乡单位在印尼的缅甸开荒。